宗族的未来的一个调整的部分哈，其实我总结一下有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回家安置，那这个家其实是大的公的家，也就是宗族哈。从离婚的女儿可以回家，然后到刚谈到的已婚的女儿可以回家，跟男性一样，跟他的手足一样。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2019年同婚法案通过之后的同婚者还有同婚的配偶。那这个在我访谈的最近访谈的一个宗族的那个过程当中，也有发现说，宗族的自从同婚法案通过之后，其实有一些宗族的年轻世代的同性恋的这样子的成员，其实是愿意站出来跟宗族联系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到自己的宗族里面来接受安置哈。那这个其实是宗族在处理回家安置的这个议题里面很重要处理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是祭祀的部分，那我谈到说，这个祭祀部分是让结婚女儿可以回到宗族来祭祀自己的父母跟祖父母哈，因为早期预设女儿外嫁，所以女儿外嫁之后，她去协助的祭祀的工作其实是夫家那一边的，所以大部分是不允许，然后也不欢迎已婚的女儿回家祭祀自己的父母亲或自己的祖父母亲哈。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第二个面向能够推动是已婚女儿可以回家祭祀祭拜自己的祖父母、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长、兄弟跟弟这样子的一个亲属的部分。那第3个是宗族的公共事务的一个参与哈，也就是成为派下员。那这个成为派下员也是近年法律不断的在修正的一个地方，就是让女性跟男性相同拥有在宗族里面同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然后可以参与提案的讨论，也可以做一个决策，然后共同来推动自己他自己跟他自己原生宗族的一个祭拜祖先这样子的一个慎终追远的一个公共事务的一个参与这样子。